各位網友大家好，喺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最緊開埋個鐘仔，等個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先嚟講講新盤消息，由恒地牽頭發展位九龍城南角道嘅藍手，喺尋晚加推第3號價單，涉及55伙，戶型涵蓋開放式去到2房。實用面積由200尺去到351尺，包括咗11間開放式、24間1房同埋10間2房。折實售價由3374500去到8102024，尺價由16873蚊去到23471。整批單位折實均尺係20515蚊，較上一張2號價單18652蚊就高咗10%。如果同第一張價單均尺17388蚊比較，就貴咗超過18%。而值得留意，呢一輪係項目首度推出開放式200尺單位，同時公布銷售安排，將會喺今個禮拜六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呢55伙。喺上個禮拜六買181伙就即日沽清，我係覺得有啲驚訝。而呢一輪推貨咁少，又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我係有理由相信過呢個週末之後會有貨跌翻出嚟。而建浩地產亦都出嚟湊一湊藍手嘅熱度，旗下位九龍城嘅住宅翻新項目民耀喺今日加推新一張價單，提供24伙，戶型涵蓋1房去到3房，折實售價由7278000去到20437000，折實平均尺價19768蚊。另外設有優惠，首名購買3房嘅買家可以獲贈一個價值250萬嘅車位。另外藝人黃妍智喺舊年嘅年底就透過律師入稟高院申請破產，今日就再喺高等法院進行破產呈請聆訊。令案官喺核對所需文件之後，確認冇人反對，正式頒令黃妍智破產。而黃妍智係報稱住喺大角咀海泓道1號帝豐皇殿。喺上個月11號開庭嗰陣時，佢嘅代表律師喺庭上呈交咗一批財務文件。令案官就要求律師進一步提交黃妍智所持有嘅大角咀帝豐皇殿單位、英國物業同埋銀行聯名戶口嘅財務狀況。另外喺舊年默默出貨嘅資深投資者臍帶大王陳炳志再度賣出持有嘅大埔廣福道鋪位，涉及嘅物業係廣福道60至到62號地下 A、B、C 3個鋪，總面積係4408尺，以大約5050萬賣出，尺價11426蚊。而呢個鋪位係陳炳志喺2017年以大約1億1400萬買入，早年有傳出話呢個鋪位有人出價超過1億洽購，但到最後都係不了了之。而家個鋪位就持貨大約8年，帳面蝕咗6350萬，相對於期內貶值咗56%。而呢項物業應該係陳炳志近年賣出嗰手物業蝕得最多嗰個。而另一個資深投資者就小巴大王馬木家族以9800萬賣出紅磡湖江街1至7號聯成大廈地下4號、10同埋16號鋪，總建築面積大約10600尺，折合尺價9245蚊。而呢個鋪位就係馬木喺2004年5月以2950萬買入，持貨21年，帳面賺咗6850萬，相等於2.3倍。而現時鋪位嘅租客惠康超市每月租金係33.6，即意味住新買家將會享有4厘1嘅租金回報。市場有消息，買家係嘉興超級市場老闆係黃松嘉，唔排除稍後會用作自用。另外謝霆鋒喺中環百花街持有多個鋪位，當中有一個28號地下連閣樓丟空放租超過1年，最近以每月6萬蚊租俾珠寶店，租金較上一條租約跌咗25%。而呢個鋪位地下建築面積大約700尺，而閣樓嘅建築面積就大約500尺，總建築面積大約1200尺。喺2024年1月租客搬走咗之後，丟空到而家。最初係以10萬蚊放租，喺今年1月就減到6萬8，最近就以6萬蚊租出。而鋪位上一手租客葡萄酒零售商，喺2018年開始就以每個月85000蚊承租，但係去到2020年疫情爆發嗰陣時，謝霆鋒就向租客減租。其中有6個月租金只係收5萬7，而呢個租客就喺2021年續租多3年，當時嘅租金就減到8萬，但去到舊年嘅年初租約期滿就離場。而呢個鋪位喺2012年以9120萬買入，據知係由楊受成買入之後再送俾謝霆鋒。鋪位2014年每月租金係20萬，相比最新嘅租金就跌咗70%。如果以買入價嚟計算嘅租金回報，只係大約0.8厘。如果以現時鋪位嘅成交價，民生鋪一定要超過4厘，中環鋪檔低啲，咁租金回報都要有3厘零啊。如
如果以咁嘅推算，呢個鋪只係值2000零3000，又唔見6-7成。另外，田北俊尋晚就接受商台節目《光明頂》嘅訪問，佢建議政府游說翻啲移英港人翻香港。佢話當中有唔少係專業人士。佢話由治及興，人多就有得興，多啲有錢人就更加容易興，冇錢冇人就冇得興。佢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向全世界展示修例事件告一段落，同全世界講呢度已經過咗去嘅啦 ，anything under control， 唔使驚。而反修例事件裏邊，大約有6000名被捕人士，至今仍未被起訴。佢認為當局應該向佢哋發還護照，等佢哋可以自由進出香港，外國人對香港自然信心大好多，亦都可以吸引外來人嚟投資，唔係靠自己噏。而家連民主黨都執埋啦，已經冇反對黨搞事，希望政府可以向外界表達反修例事件告一段落，可以重新上路。另外，佢呼籲政府停止賣地2年，包括住宅同埋商業。佢又先利益申報，話自己都係地產商，手持唔少寫字樓收租。講到地產市道差，佢就話本港大發展商之所以會出問題，係源於美國高利率，港元同美元掛鈎，6厘息啊，好多人都頂唔住。佢哋唯有將啲樓盤劈價促銷，以用嚟減債。對於陳茂波早前喺立法會回應議員嘅提問嗰陣時，佢話本港嘅住宅樓價已經見底。田北俊就認為，既然係咁，政府就應該買晒佢，增加市民嘅入市信心。不如就索性立晒新世界唔賣得嗰啲樓，你幾年之後咪賺錢咯，幫補下財赤都好㗎。而節目主持之一陶傑就認為，特區政府嘅司局長應該帶頭入市，更加點名遭到制裁嘅林鄭同埋李家超，話佢哋坐擁大批嘅現金，就應該帶頭掃貨。太古城啊、將軍路都應該起碼要買2層啦。啲司局長級就應該帶頭掃貨，你哋話唔定都唔走，香港係你哋嘅家嚟㗎嘛，見底你就要買啦。陳茂波兩公婆見底你都唔買，真係好老陳。而田北俊都認為由司局長帶頭入市係一個好嘅提議。再嚟跟進一下二手蝕讓個案，第一間就白石角銀主盤海逸灣2期11座中層 A 室550尺，賣咗600萬，尺價大概109,000。業主就喺2019年以812萬買入，次貨6年帳面蝕咗212萬，相等於26%。第二間就西貢清水灣傲龍7座中層 D 室1172尺，賣咗1380萬，尺價大概11700。業主就喺2018年以1980萬買入，次貨7年帳面蝕咗600萬，相等於30%。第三間係元朗嘅 Yoho Town 6座中層2室432尺，賣咗564萬3，尺價大概13000蚊。業主就喺2020年以686萬買入，次貨5年帳面蝕咗121萬7，相等於18%。第四間係屯門補咗地界居屋兆山苑 C 座高層爆室546尺，賣咗330萬，尺價大概6000。業主就喺2018年以425萬買入，次貨7年帳面蝕咗95萬，相等於20%。第五間就深水埗愛海頌5座中層 C 室483尺，賣咗680萬，尺價大概14000。業主喺2020年以932萬1千蚊一手買入，次貨5年帳面蝕咗252萬1，相等於27%。第六間係大圍嘅金絲花園1期 B 座中層06室285尺2房，賣咗320萬，尺價大概11200。業主就喺2018年以463萬買入，次貨7年帳面蝕咗143萬，相等於30.9%。第七間係四小龍星月居5座高層 A 室379尺，賣咗565萬，尺價大概14900。業主就喺2019年以748萬買入，次貨6年帳面蝕咗183萬，相等於24%。第八間係南昌嘅匯璽7座中高層 D 室528尺海景，賣咗1246萬，尺價大概12500。業主就喺2019年以1437萬1千蚊買入，次貨6年帳面蝕到191萬1，相等於13.3%。呢兩日真係好多蝕讓。再講到一間屯門掃管笏銀主盤堤岸5座高層 J 室223尺，賣咗185萬，尺價係8296蚊。業主就喺2020年以420萬4千蚊買入，次貨5年帳面蝕咗235萬4，相等於56%。最近堤岸呢個樓盤有唔少銀主盤係蝕超過50%。
原因係呢個盤前身叫做恒大君龍灣，喺賣樓嗰陣時，發展商就提供一個高成數嘅呼吸廳，唔係發展商自己做，但係發展商就 mark 高咗個樓價，再喺外面揾間財務公司幫你做。點解要 mark 高個樓價？因為發展商係要俾一筆高昂嘅參與費，嗰間財務公司先至肯幫佢做。而家適逢樓價跌，蜜月期又過咗，買家要供高息，買入嗰陣時口樓價又俾人 mark 高咗。喺種種因素疊加之後，蝕親都好大，所以有唔少買家選擇斷供。所以嚟緊應該仲有好多呢間成案嘅財務公司銀主盤出。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